台湾人了，好多人呐，他就算台湾人，我还是骂台湾人可恶臭屁，怎么不可恶呢？我所有好朋友台湾人，我都跟他们讲，你们台湾人真可恶，不是啊？所以我说我不要再来了，我也不要再台湾，因为台湾的人让我一想到就生气。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，叮咛外媒别说我是台湾女企业家，我不是台湾人，我是中国人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国人，但新台币可没少捞。王笑兰跟王家的联合报系，短短几年内捞走36亿元标案，狂吞政府资源，还勤跑对岸。24日在京会见了王文山率领的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一行。2018年访问中，坐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旁的就是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文山。央视的镜头往后带，坐第一个的是联合报总编辑范林佳，第二位女性是经济日报社长黄素娟。集团高层几乎到齐，其中立场毫不遮掩，在台湾大抢标案资源，嘴里却又大骂台湾人。你们台湾人真可恶！到底谁可恶？事实不辩自明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